HP 推出鍵盤形態嘅 AI PC 產品叫 EliteBook G1A， 入門版要港幣12000幾。最大特色係只有一個鍵盤，呢部機並冇屏幕，價錢亦略偏貴。顯示器供電、網絡、周邊連接，可以一條 USB-C 線搞掂晒。跟住睇下佢嘅 NPU 性能同連接設計。呢部機內置針對人工智能嘅處理器，運算速度超過50 TOPS， 屬於 Microsoft 定義嘅 AI PC 級，針對混合辦公模式。去到任何一張台，插上新一代 Type-C 顯示屏就可以繼續做嘢。Type-C 作為共通接口，只要加一個螢幕就可以開工，減少接駁電線。下一節講下主機點樣融入辦公空間。EliteBook 主機無需放螢幕後或者台底，只係得一塊鍵盤，係現時設計最緊湊嘅個人電腦。帶走鍵盤等於帶走整部電腦，接線同部署被簡化到最少。跟住講背面接口同接線整合策略。呢部機背有兩個 Type-C 插口，策略好清晰，就係顯示、供電、網絡周邊，盡量收返入同一條線。用 Type-C 顯示器，一條線搞掂，主機由螢幕供電。用緊傳統螢幕都可以用 Type-C Hub 接駁傳統顯示器。散熱方面， HP 亦有技術創新，將成部電腦細到塞入鍵盤。散熱係系統穩定工程關鍵。EliteBook 用主動散熱，聲量好低，風扇聲接近聽唔到，散熱表現令人滿意。講到 AI PC 好處，特點係人工智能晶片可以更快處理內容，利用內置嘅 NPU 執行字幕翻譯同 Click to Do 功能，減少依賴外部 API， 降低風險。Microsoft Copilot 亦係為 AI 電腦深度訂製，日常文書、會議同協作都能明顯提速。下面講下專用顯示器同適用對象。HP 亦推出為視像會議打造嘅顯示器，鏡頭、咪同喇叭整合到熒幕頂部，同 EliteBook 一夾埋，畫面、供電、網絡一條線搞掂，整體協同效果更理想，特別適合長時間開視像會議嘅團隊。呢套方案唔係取代晒一般嘅電腦，而係針對幾類專業用戶而設，例如經常使用共享辦公室熱座位嘅用戶，或者成日走不同會議室開會嘅顧問。以鍵盤化身為電腦，一個螢幕、一條線、一塊鍵盤，變成一套 AI 電腦。如果你係流動辦公為主，值得認真考慮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